前到攻，再攻，3攻，3架平等的攻，3架不平等的攻，3架各等的攻，分到1攻，再攻，3攻，3架平等的攻，3架不平等的攻，3架各等的攻，搬开子向1往5行3公里前到攻，再攻，3攻，分到1攻，再攻，3攻。请讲师慈悲前到攻，分到攻，讲师好。请坐下。老师好。咱即摆要来开始来讲19章第19章。快点，19章。蚂蚁学者。集合空注对外，根数其内，行水分用。这个电工呢，这个电工是上工的囝，是招工的小弟，才15岁。那么招工为了电工的计，那么迄个时阵，朝廷的意思是咧大过日子，所以伊的姓就是叫阿不了这个电工。那么电工呢，伊这个问题，伊就真乱，心真乱，所以伊就请示了孔武主。电工就请示了孔武主，但是迄个时阵电工的心蛮乱，所以议员讨论的是应对术，是应对方法，甲应对手段。到这个时阵，正大家伫因政界方面，伫商界方面，大家拢想出方法。想出这个手段，变来安怎样来互我有权、有利、有势？所以即摆大家拢是在玩这个手段，这个手段。所以到尾咧，这个手段到尾，在写一份字啊，到尾大家拢完蛋，也是最诚实。最高义、最有公德心的人，最伟大，一代不死。所以咱这期在讲咱书名，互咱这老百姓先来得道，先来修道。咱人人自然的这个原理，的这个原则，来认真做，因为。时势较紧，时代较紧。实在讲咧，咱虽是足无德、足含慢，毋过咱嘛看真正毋是咱台湾在乱尔，世界各国是在乱，所以到未来会造成3期的这大结束。所以咱将来这个时阵。来继续做这个3期目业的这个使命，咱要好好修，好好学。所以讲电工呢，请示这个孔武主，是请示这个领导术，但是领导手段，但是孔武主呢，是以领导的道德，以道德的原则来甲这个老电工讲。伊就照安排，孔子对伊讲：君书信以内，行事均以中。条讲夫主主好，
朋友地宫相像，讲这个原则，讲这个原则。所以一章这10个宗旨，就是孔子说明了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咱嘛是安尼。咱伫道中，点门师道点门师的责任，咱人才，咱大主的责任，领人有领人的责任，真人教有真人教的责任，学的责任，各尽其责。咱这个社会就安定，就有方便，那么咱人生来这世间，就无白来一撮，无白来一撮，无你安尼甲想，你当安甲想，这个理念啊，咱面对到以前，咱是捌啥个？咱拢在做啥个？咱毋是为着咱的权，就是为着咱的利啊，拢袂想着讲咱做人应该安怎做。袂啦，拢想讲咱要安怎足好嘢，传宗的财产，互咱的囝儿孙。你要看，真囝儿孙，毋是真正的囝儿孙啊，囝害老爸，老爸老母害老母办阿公慢慢翻过来，这是事实的代志啊！你好报纸，大家都伫咧报啊。真足少年的，20岁、30岁。就好一只车4、500万、5千万来去使，伊敢真正趁咧一钱？毋是，迄拢是大人、老爸、阿公阿嬷留落来，伊袂来好啊用，伊就遐个钱来摕来污乱，乱即个因家庭，即个风气，乱即个社会的道德，安尼只慢咧甲想，咱来到遮来道中，来学，来认真修，看开来做。起码呢，咱莫讲成，起码呢，咱地府天堂，地府有名的化咱学习，免搁再对我有多多。上天格外慈悲，要有平安，比安怎样会当脱离这轮回？咱做33可离得较近。拢几万年以上，捌转去无？可能安尼甲想，咱无能捌转去。我若是我家己，我将来捌转去。所以这回我就讲，会走就走，袂走用行就行，袂行就用爬，袂就倒来用烂，无烂转已经足厉害，佮除了毋知要偌久。毋知要偌久出人啊！你若说咱要偌久会当出人，人生难定，人安尼甲伊讲人生难定，所以咱要注意3个字：什么？孔子为人讲，曾经讲：事君敬其事，而后其事。孔子伫为人讲，14章为人讲伊来讲，事君敬其事。而后其事，所谓敬其事，就是尽忠，就是尽忠。神一定要尽忠。我哋讲，不食，人若无食，将非为生；人若无食，咱头也当活咧。所以孔子伫迄个诗经内面来讲，讲人呢，就是讲饮食男女，世间饮食百百姓。你若出事就爱食，无食会活袂。过来呢，较捌大汉，一定爱结婚，男女这，饮食男女，人之大用处。毋是讲人咧讲，男女呢，成个这是讲。人之大用处，但是这个是各不民主迄个时代各自讲的，各自讲的，毋是孔子讲的，所以伊这个孔子伫因为人讲迄边甲人讲，讲事
属本应依书而后依性。孔子这句话是教咱讲，属本应该尽忠为先。而生活呢，必须以色为后。才会后壁该做的先做伫头前。就讲以后时段爱先友好。毋通就讲时段有放什么财产互咱再来友好，安尼就无啦。所以咱来了解，人无食会活袂白，要安怎建基书呢？但孔子呢，伊也是国在建树的后壁，而不作为前中的条件，无作为前中的条件，无因为讲老爸老祖偌济财产互咱，咱再来咱再来甲友好，袂使安尼做，咱就唔对。由此可以推理，属本尽忠属本尽忠不为本属是以内为条件，属本一定爱尽忠，毋是讲国本对咱偌好，咱再来安怎做？毋是讲点人书前面对咱偌好，咱再来安怎做？小学堂是人无一人应尽的义务，咱是人应尽的义务。问讲咱的点人书看咱无好，看咱无起，咱就唔受心。安尼咱就不会做，咱就不会做。所以彼此将文理上，将文理上，咱来看，讲呢，问的是两件代志，这是如何本如何属性，另外一个呢，心如何来属本。孔子分别来作答，为本这方面呢。事情必须合理，为行这方面呢，事事这方面的代志，事本必须要尽忠。国际分析分类应尽的道义，较积极上面。君对咱君对咱无下力，咱袂使讲；君对咱无足好，咱就来无尽忠。也安尼袂杀者，所以二者该言，各欲自尽之意。所以咱听道理，咱来学道，咱来参办，目的就是要将真理甲听落，讲咱人应该安怎做，应该安怎做。但对咱的老爸老母，对咱的祖先交代的，来这世间，咱无来。背出去，所以一种人情，就是教咱讲，咱当然爱尽个人的责任，得到了，咱才生日对来，咱后日还要死得去，咱人生的理想定对是了，咱就要了解，为啥子无了解讲，咱人生的理想，唔通生来嘛糊涂，死也糊涂。一日呢，要等你，但要请人来讲，等西方，安尼即讲后咱走会出来，咱上这个看卖啊，过来将自然反悔乐用爱不伤，一种孔子是来讲，反悔一种是《诗经》的第一种，太将这个《诗经》的第一章，叫这个男女男女的代志来摆在第一章，这是文王在追求文武的这个过程，伊才来甲摆第一章。孔圣人呢，伊的意思爱内面的真正真理就是安尼，乐会使，袂使过分；爱会使，袂使过分。乐爱得中，爱爱得中。老爸老母对方面，爱人爱得中。爱呢，丧失去啥好，咱嘛爱得中。之外，咱一定要了解。所以，这个是在讲文王追求文武，爱会使的会使，所以乐袂使过。
袂使过分，无过分就无落在经内面啊。爱会使咧，会使但是呢，嘛袂使过分。所以中央咧讲，喜怒哀乐之二法，有时中，法是该中间，达有之好。中也正天啊是大本，好也正天啊是大道。地中好，天地贵也，万物中也。咱人有喜怒哀乐无？才有是爱是人每一个人拢有喜怒哀乐每一个人拢有但是伊未发的时阵，未生出来的时阵，伊是种在咱人的本身的内部种在咱的自性中，所以喜怒哀乐之二法，达有是中，是中体。法是该中节，法爱互中节，该欢喜就欢喜该生气就生气所以喜怒哀乐法爱中节无晓讲老母规空去，咱讲看烧酒就爱啉，但到欢喜搁多笑看，这有法这法就所以法是爱中节，达有之好。中是天下之大本，好是天下之大道中就是咱的自性本体好呢，发出来伫万物的当中，好是修道应该爱做反省好是要达到天下大道所以地中无咱发合中无发合中发合达成道，天地就会当归位万物呢当培养，所以咱要转去，就照安尼做转去。所以咱爱慢慢去甲了解，所以这种是控制占据了时间，关非篇哀乐不是以前的有利的咱人生到这世间，目的就是要修炼这种是练一部分，要互咱真正伫真理内面变成爱乐，会当正常不是以前的这个有利自信的来想宇宙之道，阴阳之道是对。宇宙内面有阴阳，阴阳达有之道，正经来讲，一阴一阳达有之道。那天地间呢，本来阴阳发出拢该中节所以阴阳不是体阴阳不是静，也力。人之情性，不以中和为主，但是即卖咱人的情甲性，拢爱以中和为主喜怒哀乐，你法讲有是中，要法是该中节啦，有是好。咱修炼学道，就是要互咱安怎做喜怒哀乐，安怎做发出来，要学好来真修炼。兄弟姊妹，大家拢足好相处交咱家己的亲兄弟、亲姊妹、爸仔母都会当中和，这个最重要回修含阴阳之道，这回修是一个鸟的物件，伊这个呢会当变这个阴阳之道所以变数不用，虽是讲伊是鸟类毋过食会让人受用体而应之合，该安怎伊就会安怎伊就来。所以不相合不适中，故意入为以二为圣人之德。所以伊在举例这个官非，因为这个官非这款物件。伊是不相合不适中，所以孔子来编这个礼记编这个《诗经》礼记内面，伊当将伊
周文龙追求文母的这个精神来写伫遮，互咱来讲，咱这世间一定要得中道，袂使无得中道。所以呢，伊来遮是咧披露一个圣人的德惠。君主之配，贵在一己之私欲。君主欲无有，但是伊的配合无伊私心走出来，无私心走出来。所以无伊一己之私欲，心在追家以及治国。心呢，伊所做出来有这个家庭，有这个国家。咱今天许多学校嘛是安尼啊，所做的工作为咱的家庭，为咱的人群，为咱的社会，为咱未来的生死，来咧所以孙真情医学天生呢，咱一定爱孙真情。做人的原则安怎做？透过真理甲咱解释了后，咱安怎来守？来合上念，咱念珠一片，到尾真心中，咱来讲，真其心者第一性，第一性即倚天，尊其心，勇其性，所以事天，要求不移，修心以台志，修心以事志，所以就变。咱在生，咱一定真心知性，性是本体，性是体，心是用，真心知性，知性了后，咱才能治天。个爱存迄个心，到后就用这个性，存其心，用其性。这个要创啥话？咱若当用性，咱就是有当时当配合天心，等来上天来分享所以这就是咧事天，要求不移，修心以事志。啥人敢知影讲我定是要死啊？无人知，要就是勇敢勇健。修呢就是用心，节甲修，咱知要求不是咱，但是咱一定要修好咱这个心来当，修心以事志，所以就变命，安尼咱才是一个君主，咱煞就是一个圣人，所以咱民主。讲到第7章，咱讲咱尽心，才有当知性，知性才有当治天，专心甲用心才当事天。伊甲咱讲，要求不移，爱修心以事志。咱免烦恼，免看量，只要咱认真去做，上天袂辜负咱，上天袂辜负咱，所以讲，爱而不得如愿，而必无理，求之也。而以爱顺适而而止，不善之消。爱呢，不得如愿，不得如愿，烦恼但是我多人将咱烦恼安尼，咱达成咱的愿，伫迄问题当中。翻过来，翻过去，困袂去，伊的爱适而而止，不善之消，伊袂去胡白乱来，拄适一个好，无成到伤害，急得天上人愿，到尾啊，上天将你的愿付之德，伫咱的家庭，伫咱社会，咱的国家。对咱的夫妇之德做出来，德合阴阳之理，义无天道，对这一阴一阳有之道，对这开始去做，由咱小开始
开始大去做，会当结合天道。文龙你阳道之外，文龙呢，伊会当守着阳道之地对地外。那么文武呢，你阳道之地内，文武会当你阳道之地内。所以较早姚庆无相像，较早讲男主外，女主内，男是专门伫外口咧赚钱，女是专门伫家庭咧管理发着即个家庭的代志，家国主义，国家甲咱个家庭拢相像安尼。义基督在中有之道，安尼呢，咱妇若当配合，咱就当得中有之道，就当得中有之道。即摆社会已经无相像，伊看真，无结婚的嘛足济，无结婚的嘛足济，因为阮道，伊着我着人生存，伊着讲我免靠kend道，但是若我当守中道之道，这是袂要紧，我当守中道之道无合。过来呢，结婚了后，足济离婚的是啥物原因？就是失去这个中道之道，所以孔圣人呢，将这个编落一遮，是无过落之因。地太师生下10个查甫10人，亲自教诲，自小入长，未尝见社会之事。文王家己教子，卒成武王周公之德。这个太师生10个学生，拢亲自教诲，自细汉到大汉，未尝有迄个社会的这个代志。那么武王呢，家己教子，继续教育，到尾呢，成就了武王甲周公的这个道德。孔子将权威列为首篇，以表天地之理。孔子将这个权威的一篇来甲列做的这个首章，是咧表这个天地之理以是言论之方法，将这个天地阴阳之理来讲入进内面，来表示咱人伦的这个教化的这个方法。其义大在，这个内面的意思，咱若斟酌去甲了解，实在有够大啊！入千古不易之患，以前世论年，入千古到现在无改变的这个方法，来纠正这个世间的论述。界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乃以明天道之中原。天道之中原之圣者，孔子呢，把这个律编入去首章，互咱了解这个真理。乐会使乐，但是会使过；哀会使哀，但是袂使过。过变成淫，变成伤。那以明，那以明天道之中原之圣者。所以孔圣人是了解这个天道，而且家己认真去做的一个圣人。也看孔圣人去周列国，为了道，还去周列国。伊呢去到对咱个祖宗，去到对就受过。伊有怨叹无，嘛无怨叹，认真去做。迄就是伊的命。伊嘛感觉讲，这我是我的命。但是伊真正去做，要达到安怎样？有一日公问孔子主路，公来问孔子，问这个主路，讲恁先生到底是安怎样？太大过来尊敬，过去也尊敬。主路袂晓来答，主路不对。但是主路将这个经历来讲给老师听，孔子甲主路讲，你的不冤，
其为人也发愤忘失，乐于忘忧，不知乐之将之分哩。伊才甲讲，阮老师阮先生嘅为人伊敢若发愤忘失，乐于忘忧不知乐之将之分哩。伊若想要做工课，应该做工课，伊就认真去做，嘛无讲做些有人食无人食，伊拢袂去想遐因为伊认真去做咧，含食就放袂去做，发愤忘失嘛，乐于忘忧，等下有做成就，伊的快乐就走出来，嘛毋知影啥叫烦恼，啥叫忧愁所以伊的志向，就是要安怎诸我稳住之气，伊讲乐者安之，朋友心之，小者怀之。老人要大家拢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地当转去，乐者安之。朋友少年人，大家拢讲信用，无为了良心做代志。世人小者怀之，世人拢每一个人来关怀，来关怀。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大同天下，所来了解。所以孔夫子是明天道，而强义，之圣者，法律情，知乎礼。法律应该安怎做？大概袂使超过分。所以有志时，暂时清志。有志在学了这个关于一种这个奥妙来学了，来称赞过来21章。爱讲文章有知知有缘，好事以上，温仁以别，修仁以立，庶民见立，助民之源，行事不杀，随事不干，既往不咎。来讲，阮这个社，这个社会啥呢？较早就是咱就讲国家的一个社则性，的一个标杆，的一个标志。亲像讲日本就有一个烟花，咱台湾、咱中国就梅花，有这个标志。落来讲，因为伊到迄个乱世的时阵，伊作是讲奇怪入这个社，入这个内面，他会拢袂好对我，我安尼遮乱，所以毋知我。那么这个知我呢？这些人，这个孔夫子这个学生，在困中斗，人咧读册咧困中斗的啦，所以知我就甲讲。下调入这个上秋，那么阴调呢，甲上调来入这个白秋，甲秋调来入这个立秋，伊来讲，修仁以立是庶民见立，庶民见立，互了大家惊，因为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有个人的看法无相像。所以，这若做知我，伊等于就将这个情形讲互老师听，讲互老师听，主听到了后，就来讲，行事不杀，随事不干，既往不咎。代志做过啊，因为孔圣人嘛知影，秋调入这个立秋。伊这个树悬，还佫拍佫刺，你互大家惊，因为秋调是安怎来？秋调是武王生活，武王目睭得来，所以伊就入这个，入这个树，有这个刺，知影讲，阮文王甲武王阮两个爸仔囝。伊是文公武德，文德武公，来形成这个条件。所以孔圣人知影这个情形，
伊就甲讲，代志已经咱做成啊，毋通胡白讲，先随事不干，既往不咎，已经过去的代志也过去啦，莫去追究。所以咱修学道的人，咱的兄弟姊妹，咱的宗亲，咱的长辈，过错的时阵，久就久啊，既往不咎，过去就过去了，做就做啊，咱毋通搁甲批评，搁来摕来时常得讲究，安尼呢，对咱的长辈，对咱长辈，那亲像你得过，所以咱一定爱心事不杀，随事不干，既往不咎。代志都做啊，你搁安怎甲干涉，都做啊，无法度啊。已经过去的代志，咱莫搁来讲，一种是孔子，因为弟子知我，蒙主答复，我来讲一个理解个人，伊讲话爱坚持，讲话爱坚持，咱学道嘛是安尼，小开口，莫了会讲，讲到咱的道亲，互咱的长辈，扭袂扭来，咱来有留迄个抬高，互伊扭来，咱一定爱留推互伊扭来。伊过去的过错，伫咱的道中知影，所以一定要对真理的感化了后，伊会慢慢来理解。所以咱毋通常去家己的过错，所以咱一定不能爱心事不杀，随事不干，既往不咎。所以这圣人讲，圣君治理天下，以心为模范。圣君的治天下，以心为模范啊！你甲看，咱过去尧舜禹通文武就讲，因这人，因为伊咧治天下，伊本身想做恶，所以以心为模范。亲像大家伫讲安尼，孔可啊，贴明德，伊无论安怎自己自身的本体，爱接落落来，爱丰富，伊即个自身会当发挥伊本来有诶，本来真正有诶工，太简单讲，故是天之命令，即个就是上天命令我安尼做，所以伊遵守了上天，叫咱安怎做就安怎做。第一点来讲，启明准德该做明了，启明德使我的德会当尽如果，伊的德会当建立到足悬，所以即个目的就是要互伊会当明白做人应该安怎做，该做明了。孔子发明话，孔王第一个盘内面，搭起几是心，过是心，是心，是心，作心命。我逐日来写这个心，来写这个心，这个心能理解，所以是心，逐日拢爱做。又是心，佮安怎唔爱做？无非就是要做一个心命啊！来遮入了，受了启禀沐浴，明白了后，一定爱顾一心，一心，又一心，足个心命。这是圣君立竿见影，这是圣君。伫伊朝廷平静落了后，立即个标杆，互遐姊妹看咱的圣君就是安尼。咱身为前行者，咱嘛爱做好。起码呢，咱嘛爱通王，安尼，顾一心，一心，一心作事。家己来洗这个身躯，洗心了后，安尼。洗心，互咱这个心受这个启禀沐浴方便了后，慢慢啊，就清气。咱无法度亲像玉祖慧能祖师安尼，菩提本无树，明镜如台，本来无一物，
出现恋爱，但是咱来因思念迄个工课咱来有那爱一心心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劳些，不需要恋爱。修是讲言的，开悟是直接，所以咱来爱有一款功夫。所以以身作则，以教天下生灵，用伊的心来做一个关键，无非就是要教化天下，我会当进入去生命的时代。太阳上入社以上者，因上建设内涵中年上清是问题下条武王入这个商丘，因为这个社，这个入社以上丘呢，因为上是建个实足定，但是足实，有法度通内涵，安怎断都袂要紧。中年上清，规世人，各人规年拢时常保持足清脆的，而不跳呀。就讲我入这个上，表示我的我的弟弟囝儿孙，拢要从这上树安尼中年会当有所以就是即字君上贤德，福民历久不衰。就是变伊来讲，我的君上，我做君上的人，拢有足丰盛的积德贤，要为了这个万民，会得着福历久袂衰时间久都袂叫衰退。那么因人呢，入社有必修，因人入这个必修，以别是别一边而文理实这个文人呢，入这个必修就是讲伊这个质本来足坚定的，那么伊这个文理呢足实伊这个文理足实。伊讲我来做一个国君，我的质足坚定的，要万民得到福惠这个文理足实。我目睭足明足大，小我过做我都看有，虽含不改，创罪之色。我安怎受苦，安怎受验，我都无改变我的原则，所以会当得到创罪之色。我看我这必修，伊都无改变伊创罪之色，色有灵的之色，可惜。这个哪像看咧呢？安那像互惊的这个情形。这主监督这主监督伊的天伊这个讲，比如讲伊文王、武王呢，伊这是以帝王监督帝王伊得着天下。不足上之顺也，无就讲上之上顺，那这音调啦咱们周人入社以立者，立身高立身高见义实，练的足悬、足坚的、足定的，是足实的，好以将持。伊这日手呢，拢无法持。即主文讲武德，因为上者，这是要讲文王的功德，甲武王的这个做来的这原则，因甲为上者为不变，为而不变，因而不足因而不足啦。三代虽入社，不同其理，不同其理也。三代呢，伊的入社无相像，但是伊的理论、伊的心理拢相像。孔子话虽含天后地上别而落条的，孔子那时候伫高中
主办第9章迄种来讲一句话，细汉前路地上必是互表扬啊！这个寒天到，大家讲这相信到白秋啊，相信到白秋，未晓流浪啊，未晓落叶，会叫欢喜。这是言君主之季节，平时看不出。这是咧讲君主的季节，普通时啊你看不出来。到了冬天，天平杀机，4支君主之真面目。到了冬天的时阵，寒天前来，霜雪就降落来。上天叫做平杀机啊，4支君主之真面目。大家讲君主到底是实在假啊？哦，有真小人，有为君主，咱来了解。所以咱平常咧做工课，拢安尼顺顺，安尼做，无的确，无表明讲咱是真正。修道一定要接受考验。咱讲一句话，讲修道若有考，花家有行真成仙。所以上天咧甲咱考的时阵，咱来坚持咱的心志。所以孔子带嘅弟子，去求来到迄个齐国来到郑国甲楚国嘅时阵，遐去受训受班。孔子就甲弟子讲：考者上天之神传来，你才能接受考，是上天甲咱做我咧甲咱考看咱真心无有去大过关。所以考是上天要成全咱，互咱会当接受这个考验，咱但是真正有法度成圣贤。阮到东周，人心不古，世风渐坏。迄个时运到东周的时阵，人心已经不古，人心拢退坏。世风呢，渐渐拢来去，朝云飞出，老百姓嘛是安尼慢慢拢乱起来。社稷种出绿树，变成虚云；社稷种这个绿树，变成虚云变成空虚的。因周倒爱讲，天主与无正观存在。周调到倒爱讲的时阵，天主已经无正观的存在。既无正观，要清理要讲，有一款的革命。所以既然无正观，要清理这个雕工，一定要经过一款的革命啊。所以咱修行学道嘛是安那。到咱要结束的时阵，一定来补课啊。上天就来难考，病考、日考，无所不至考，所以咱一定要原则把持就好啊。所以内情会引起杀机，伊心灵动弹；内情引起杀机，心灵呢会受到阻碍。孔子比喻志之外，孔子知影这个情形啊，所以大家知影讲啊，成事不顺，事事不干。既用不求，以后讲话爱注意，咱嘛是说啥物？咱伫修学道课程中，咱的个人，学归学，做归做，讲话爱注意，所以咱的歹拢是这个做，这个做。所以干练孔子，干练文字，孔子话，孔子甲讲七支互八为是，你是七支互八点为人有记是真复杂。但咱知影老师咧讲啊，自从观念有咧问请问题目，讲为咧不见，为咧不是，为咧不听，为咧不讲。无海袂使看，无啥袂使听，无海袂使讲。无海袂使讲，所以伊当甲讲4项逻辑，你互伊解释先，解释先。
这四条若不会行，要走对对嘴，一定走对另外一条嘴。所以按人来讲，为随不命，请事随本。我讲为虽然足劳顿，毋过老师你讲这个原则，我一定会照安尼做。所以后日呢，伊才成为学生，咱了解。过来讲到第2章，作为中宫，作为管中之气消灾，管中添无管是有三归，管事不良，言得欠。人即管中之礼后，帮管事实文，帮管事实文，管是历史实文。帮管为两本之后，有反调，管是有反调，管是义礼，上不义礼。孔子在讲管中之气，较少。因为管中是辅助这员工来成就霸业，所以迄个时阵，管中纠合诸侯，不利边体之力。使我迄个时阵的条件，我都再来填出来，这是管中的重点。但是管中我都来做，伊只是为了霸业来做，所以管中的气，身体的度量较少，管中欠无。安尼老师安尼先生管中有欠无，孔子甲讲。管是有三归，管事不良，言得欠。因为这三归龙是本来诸侯他有的尔，管中是一个大夫，伊才会使设三归龙呢，所以管事不良，管事呢一定爱，搁再调整，爱严一位。袂使一个人做一个人亏啊，所以无讲欠。伊讲人即管中义礼安尼管中到义礼，孔子讲，帮管事实文，管是事实文。帮管为两本之后，有反调，管是有反调，管是义礼，上义礼。孔子讲，这个帮管呢？事实文较早的这个条地呢，迄个大门拢有迄个来源早。那么管是一个大夫，以后哪有来源早，袂使呢？袂使。这是帮管呢为两本之后，这是袂使的代志啊。所以较早呢。较早的迄个条地，条件无相像，较早的这个条地呢，这个重要，官府内面呢，拢迄个，搁一言外口言，拢有写，逆风逆雨，民治民歌，下民民乐，上天难治，所以这个情形，就写伫因底互迄个每一个条地大官看，逆风逆雨，你呢，讲啊做大人咯，有甲你安排较好势，你会当过。民治民歌，这老百姓会小可赚来的钱，你嘛国中了共欠出来。下面民乐，下面呢足容易去。你去安怎甲去向法度？上天难去，上天呢？你做好做歹，上天就知影。袂使去遐。目的就是要互你看，看讲你安尼做，袂使啊。所以，咱伊讲，这个帮管呢？为两本之后有反调，管是有反调，管是义礼，上不义礼。在过去呢，咧调田，诸侯互相咧访问的时阵，
有一个环境，是怎讲？一个台来呢，要接受迄个台，买迄个台拢是因的主户互相访问，拢会坐台顶，表示尊头上尊敬。那么馆中呢，内面嘛有设咱的管事伫咧，你是这个大夫呢，你才来设咱，你若伫咧，啥物人无伫咧？一个孔子是咧批评馆中的为人，而且含有尊龙简白白铁公义的主义特性。因为孔姓毋通讲馆中极其孝在。佛祖所谓咧讲馆中是一个，所谓孝在是一个叹息，因为伊有法度互一间公称霸诸侯，无法度互一间公进入去到达到王道的境地。那迄个时阵，有法度进入去到王道的境地，那么中国历史就搁在影响。迄个时阵，大家拢称霸王呀。无真正进入王道，无真正进入王道，所以呢，咱真正是咧学道，咱是一个小老百姓，咱真做、真看、真学，真正将咱的功德会当铺出来社会，一个人会当引100人，一个100人能引1000人，使大家拢会当显出王道的精神，使咱国家会当太平，社会会当平定。咱的个人是真正进入到修身的境地，咱的人生的目标达到准所以佛祖在讲孝在是一个感叹的一句话，毋是。这个譬喻的一个事，因为馆中崇尚功名权力，务求富国中表现，不得其以德，以德其以情。馆中伊甲咱崇尚了功名的权力，伊无法度，伊甲咱只有是务求富国中表现，我这个国家要足强的。使大家拢惊我，了大家拢来我领导，所以馆中无法度一个员工进入力量，不得其以德，其以情，然后用政治来领导伊个国家，不择其以内，其以贤，所以孔圣人曾经安尼讲，得其以德。结其以内，使万民有体清洁。咱若得其以情，结其以言，安尼就无合，安尼就上孝在。所以馆中无法度这样讲，得其以德，结其以情，这讲是准备田道一公，坤道一公，然后就是所谓的温州嘛。哦，谢谢。